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3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卖。台市铁路警察嫌犯本地1审宣判无罪，后来2审依照新的精神鉴定报告判刑17年。国内在今仔日增加4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另外对3月初开始，外国人会当带条件入境台湾。大学的学籍成绩伫今仔日公布咯，数学满积分的人要到9成，只剩1400多人尔。伫咧顶年7月发生一桩嫌犯台市铁路警察案件，本地1审宣判这个嫌犯无罪，不过进2审是改判这个嫌犯爱关17年，关线了后佮强制监护5年。家属听到这个判决了后，认定讲勉强也会当接受。不过替1审做精神鉴定的医生认为讲2审的鉴定报告是有问题。可以接受了，莫讲无罪啦，无罪真正是无法度接受了。警局案紧张到规暝困袂去，铁路警察李成汉的妈妈知影杀害后生的姓陈被告2审被改判17年徒刑，虽然无达到预期结果，却也淡薄感觉安慰，只是想起过身的翁婿，不免有一寡感伤。真正迄阵啊，伊也莫甲讲判无罪吼，可能阮先生啊，佫伫个，我嘛较有看。编开一家人出去佚佗的相片，受气过往。李成汉母亲表示，翁婿伫被告1审被判无罪，心情变较郁闷，身体无爽快，也毋看病，严重胃出血，致死过身。即马专案上诉到台南高分院，二审判决是大反转。原审认定说是已经无辨识行为能力，并据为被告无罪之判决显有不当，故予以撤销，处有期徒刑17年，并于刑之执行完毕后赦免后，另入相当处所施以监护5年。李成汉是伫去年7月处理补票纠纷时，和姓陈被告举刀毒死。1审参考台中荣总家己分院的精神鉴定报告，认到被告着思觉失调症，案发时处伫发病的状态，无辨识能力，被判无罪。即马无罪改判有罪，是因为合议庭也参考成大病院的鉴定报告，认为被告犯案当下虽然辨识能力降低，也毋过无完全失去，而且造成原因是无依规定食药啊，未来若继续食药啊，就会当有效控制。即摆判决也予1审判定医师认为2审依据是有错误。他认为个案自行停药是招致他疾病发病而产生后续犯行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法官也据此认为嫌犯要负部分的责任。我相信身为一个精神科医师都知道，许多个案没有病识感，他不认为自己生病，不愿意吃药，这个是疾病本身症状的一部分。尊重司法判决，也毋过医师认为2审的鉴定报告有真侪欠点，甚至出庭时准备真侪证明资料，却感受到法官早就对判决有心情。伊即摆的选择徛出来，希望会当互以后的心理鉴定过程更加完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这几年拢发生需要精神鉴定的凶杀案，亲像是台铁路警察，也有桃园站老母偷过案件，甚至是进前的小灯泡悲剧，这寡拢牵涉到精神鉴定报告要安怎进行。有医生表示讲，虽然鉴定报告真重要，不过法官也袂当全部遵照报告内容，有外爱等到司法去判断，伫审判时阵听好参考医学界意见。抓到毒死铁路警察的姓陈嫌犯1审被判无罪，即马2审变盘改判17年有期徒刑。无罪变有罪原因之一，就是伫医疗团队对被告所做的精神鉴定报告。不过关系到判决的这份鉴定报告到底安怎进行，佫引起涉及司法精神病院的讨论。因为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司法精神病院在此时此刻还没有办法立刻就达到这样的一个可行性。对于复杂的案件做可能比如说1个礼拜的观察的鉴定。那精神科医师的介入了解，佫较有心理师评估人格特质、社工会谈这分工来进行。除了铁路台警察的案件，咱国最近也陆续发生真受人注意的司法刑案，像讲2018年桃园太老母的案件，2016年小灯泡的案件，也个2014年电捷捷运随机杀人案，这被告拢捌做过精神鉴定。不过医师是强调，精神鉴定报告虽然讲真重要，也认为讲无应该过度挖苦报告。司法界、精神学界、法律界应该多方交流，互法官审判时阵会当知影医界背景甲见解，因为外界也有医界替司法界背书的质疑。申请报告不一定是要躲过刑罚啦，因为有些人是真的有疾病。那我也碰过那种个案，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察觉说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可是事后经过鉴定才发现说，原来他有某方面的疾病。
原来依照刑法第19条第1项规定，行为的时阵因为精神障碍还是其他的心智缺陷，致使着袂当辨识伊的行为是违法，还是欠缺分别伊所做的对毋对的这个能力无法。毋过，毋是这个案的律师强调，鉴定有一套标准，目的是伫查清楚个案犯案的时阵的精神状况，并毋是全部为着什刑责。鉴定报告也只是法官参考的标准之一。记者综合报道。昨晚伫台东的海端火车头发生维修车弄死人意外，交通部长林佳龙已经下令代替，就要成立改善小组，一个月内甲开车的转运人员叫回来重新训练。另外，也要调查讲，这件意外的相关人员敢拢知影讲有咩时间，敢有发挥家己的职务能力，这也是地检署要调查的重点。搁转来案发的现场海端站发生意外了后，多班的维修工作奉下令停工，列车是慢慢经过现场。代替搁发生接案事件，互交通部要求成立接案事故改善督导小组，全面检视代替各项施工标准作业停事，并且限期调回现场的人员重新来训练。落实的部分哪里出了问题？也呢，在1个月内会这个安排所有的行车运转的现场人员回训，加强劳动安全的这个讲习。公告内部员工讲法，平常时施工的标准最坏是2边的配置伫管的所在监看人员，这2个人的离施工人员大约50公尺，一旦看火车出现就来警示。不过拜日事故当时，现场只有1个伫看的人员，开到车的司机也讲唔知影铁几路有人。有一个是我问他，他就说有，刚好去拿鸡丝头安尼嘛。摕鸡丝头啊！我讲这你嘛袂使，你要摕鸡丝头，你就爱挂人起来啊！袂当讲佫你走去都无人看。台东地检署事发了后就展开调查，已经传唤开电力维修车的实习员加指导员，因为牵涉过失致死罪，佮以10万块来交保候团。根据了解，电力维修车的司机向检方来说明，伊根本唔知影头前有人，当时是慢慢开，无想到会造成悲剧。到底列车为什么它会闯进去这一个有施工作业的一个范围里面？未来我们应该把列车闯入封闭区域，就视为跟撞击到施工人员是一模一样的等级。对这个接案事故，交通部下晡佫召开会议，要求代替内部赶紧来调查4大疑点，包含维修的申请是毋是确实通报，施工的申请无封路，也无强制派员监视是毋是有疏漏。另外，维修车无依照规定降速，要爱派2个人监看，其实只有1个，拢要赶紧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在今日增加4个伫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因本地伫国外拢捌染病过，入境的时阵所个检出阳性啊。另外，疫情指挥中心有宣布讲，对3月初1开始要放零边境的政策，外国人是会当带条件入境台湾的。桃园机场3月初开始的解除转机的禁令，指挥中心决定考虑国际疫情甲国内防疫量能，顾及商务条件及无需求，3月起有条件放松边境的政策。提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应入境，无居留证的人，除了观光甲一般社会探访以外，应向咱国外交部申请特别入境许可。港澳陆籍人士若是有探病、奔丧者紧急需求，也是民众的翁婿家后，也是未成年子女，以及教育部核准的学生，拢应入境。桃园机场有条件开放转机，离转机停留的时间未超过8点钟。入境或转机都是还继续，我们维持3日内的阴性报告是必须的。那居家检疫，居家检疫仍然是要求要一户1人，然后或者1人1户。指挥中心强调，虽然边境适度来放宽，不过考虑国际上陆续传出变种病毒株，民众在参加大型集会活动时，原应该爱专程来挂喙罨。伫过来拜3，佫新增加4件境外移入个案，包含一个美国籍30外岁男性，1月初在美国确诊，康复了后来台湾测光，检疫期满自费采检，结果呈现阳性。另外一个本国籍30外岁女性是去年10月脑无爽快在美国确诊，后来症状较好，采检阴性。今年1月转来台湾，2月要出国进前自费采检确诊。还有一个本国籍40外岁男性，去年在马来西亚被感染，1月一个20外岁女性，去年也在美国被感染，拢是康复了转来台湾，一个有阴性转做阳性。有1位是美国籍，3位是本国籍哈。那这4位都一样，都是在国外哈曾经有确诊哈，有确诊的情况，那也都有2次阴性检验的报告。
那都在检疫期满之后，因为有各种不同的需要，而再度自费的裁剪。即阵国内新冠肺炎总计942例确诊案例，即阵医院有31人住院，3个人在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也有1个是保利通病院互相烧为事件感染者使用叶克膜。对世界各国陆续开始注射疫苗，由国家计划建议疫苗护照。指挥中心讲，疫苗护照也无明确，会继续关心进度。记者综合报道。英国首相Johnson 23宣布讲，英格兰地区上紧伫6月21会当解除防疫措施，5月中有机会开放海外旅游。这个消息一出来，真侪人是赶紧去注本旅游行程甲机票，致使旅游业者订单算是向向增加。也讲到全世界开始一个注疫苗咯，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按算后个月要推出所谓疫苗护照，希望会赶紧恢复国际旅游。英国首相强生宣布，上近5月中解除海外旅游禁令，解禁计划一日出来，互袂少规年受到疫情影响无法度度假的英国人拍拼来抢订大房也甲机票。伊捷航空的航班预订量增加超过3倍，旅行社网站即天就进入大笔的订单。英国上界大的旅游机构多益公司指出，甲顶礼拜比起来，出外旅游的预订量成长5倍。其中，希腊、西班牙甲土耳其上抢市，英国有民众反映讲，赏金放量限制，恐惊会出现反效果。I think everything has to be taken cautiously because I mean we're in a third lockdown and people are getting tired and I think it's better to keep it a bit longer than we end up another lockdown. 亚洲观光大国泰国因应的防疫措施是推出着高尔夫球度假隔离，国际游客经过检疫入境了后，带入指定的度假村，伫分区隔离期间会当自由使用设施拍高尔夫球。目前头一批已經有41個南韓旅客，也甲59個來自歐盟嘅旅客。ที่มานี่ก็คือว่ากักตัว5 วันแล้วก็ที่เหลือจากวันที่5ถึงวันที่14ก็ให้สามารถทำกิจกรรมร่วมกันนะโดยเป็นลักษณะของบับเบิ้ลคือรวมทำเป็นลักษณะเป็นกลุ่มที่เป็นกลุ่มก้อนที่มาอยู่ร่วมกันเนี่ยคือถ้าเกิดว่าชุดนี้ที่ทำทดลองที่ภูเก็ตผ่านเราก็จะมีมาตรฐานใ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คือ SOP ขึ้นมา因为全球真侪国家展开大规模的疫苗注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定后个月推出着新冠旅游通行证，加速恢复空中旅行。未来只要游客下载手机的 App， 登录了后，就会当整合着官方检测结果，也甲疫苗记录。健康的旅客唔免隔离，就会当自由出入境。目前新加坡航空、阿联酋也甲纽西兰航空已经加入试用展开测试。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台南对今年开始已经小连续发生2件误导的凶杀命案。台南市警察局长彭永玲甲警政署长陈家钦，正也是对外宣战，禁止误导之间的互相凶杀。台南市长吴伟德也讲，会继续来追查台南的犯罪集团。23暗8点外，监视器翕到一名查甫人进入安平，这出民家无偌久出来。佮将2支手枪放伫涂骹，随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赶到现场，才发现一名姓陈查甫人已经互投案的细川查甫人枪杀。警方调查，枪杀姓陈查甫人的细川嫌犯是正前涉嫌犯下安平区停车场杀人案的在逃主嫌，也涉入1月21日报纸轰掠案件。出现到案了后，台南市警察局长方强玲24日透早出面说明，强调警方早已经掌握涉犯罪嫌疑人，有信心会当将全部的人拘提到案，有效的厘清这些黑道的组织、他们的不法利益的结构，还有涉及本案的相关党羽。我们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我们绝对要以我们最大的决心跟态度来压制这些黑道帮派，不容许他们在台南市恣意妄为。台南安平1月起连续发生伫报纸被掠、停车场杀人案、帮派仇杀案，造成2人死亡。那方强玲出面向市民回释咧，警政署长陈家钦也落南了解案情，可算是将对误导帮派追究到底。台南市长吴伟德是肯定检察人员辛苦办案，未来也将加强治安。不法利益的冲突又可能引起其他的犯罪问题，警政署绝对不会坐视这种现象的一个存在，一定会追根究底，斩草除根，会从根源来追查起。其实昨天投案的2个人，如果不是被逼到这个没有无处躲藏，
他们不会佛心来自己跑来投案。我相信这个如果没有警方的努力，他们不可能会主动来逼他们来投案。对于犯罪的侦防，还有犯罪的预防，还是一直要努力。帮派利益纠缠影响市民对于治安的观感。台南市长吴伟德强调，台南犯罪集团有必要进一步清救追查，也期待就击败破案，早点还善良百姓一个安全生活环境。另外是什么人协助蔡嫌脱毒，啥人提供枪支，未来拢是警方侦办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中央气象局预报，讲今年头一季雨水可能是无够，但这定的表示讲已经开始载水来用啊，而且情况目前是真欠水，若准是继续欠水落去，全球的半导体产业恐计拢会受到牵连。载水车在新竹科学园区出入入，因为全台湾水情严峻。园区内底部分厂商已经启动水车载水，避免欠水影响到生产，确保产能正常稳定。因为新竹没什么下雨啊，然后我们也是同业之间知道说知道台积电都有在送水，所以缺水状况很严重啊，最近。看起来好像蛮严重的。园区现在节水量可以达到11%到12%左右，基本上这个节水率是园区可以配合办理的，那是没问题的。那有些个别厂商是因为他现在可能产能的全开哈，所以他有一部分是没办法达到这个11%，所以陆陆续续他们现在有在做一些水车的试运载的这个演练啦。新竹科学园区表示，除了园区内部欠水措施，新竹市水资源中心嘛提供每天1000吨的再生水，让园区使用。不过部分厂商需要用水也是无够用，所以有4、5间厂商已经家己启用水车载水。上个月的水车出动的量，一天大概有400吨的那个取水量了啊，大概有20个车次。水库继续欠水，提供园区用水的玻璃水库，有效囤水量创下水库启用以来上低的纪录。若是阁无落雨，厂商备水的预算甲数量恐惊就要继续增加。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咱继续来关心欠水的问题。伫台南的白河水库已经有56年啊，不过正是积沙这个真严重，也因为讲要找一个新地点起水库，不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前瞻计划当中，就把白河水库的清底沙作业列入去，希望伫明年第一阶段结束进前，会当增加欠水量。这个看起水库拢打到底啊，有真侪草坡啊。几若台怪手正赶紧伫咧清除这积条的土。台南的白河水库因为积土真严重，挑水量对民国54年拄开始的2500万吨，到即阵敢若剩969万吨。所以近年来主要是供应白河、东山甲本基湖的1、2期调作用水。每当的10月底会来结束，甲迄输到水甲放干，啊，互变空库，啊，伫每当的10月上旬就开始来进行这个水库的这个清理工作。清土沙的工作继续到5月左右，每户归来进行结束。中央甲白河水库列做前瞻计划之一，对民国108年开始，由龙田水利署甲南水局合作进行第一阶段，总共4年的水库清土沙的作业，希望在明年一阶段结束进前，甲抽水量初步恢复到1250万吨。一个是南水区主办的闹库排沙道，然后一个是河道放淤30万立方，然后我们拔河水库嘉安水利会这边是施作那个250万立方的库区土防清淤量，到今年5月份一定会达到170万的年度目标量。前瞻第2阶段宽屏也伫进行中，必须等宽屏结束，而且经费确定，才法度开始执行。即阵有估2阶段执行期需要7年。白河水库分处表示，前瞻2阶段目标清土量是750万吨，希望会使甲抽水量阁提升到1500万吨，互已经半退休的白河水库重新来活化。除了农田用水以外，也使进一步来提供民生的用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即个时阵，高丽菜当咧大出，却因为数量伤过侪，价销贵会崩盘落去。根据着农粮署的资料，二是台北甲台中的挂价，10公斤是6到5块以下。伫咧训练着农民归期后，即个民众咧落去产力万免费的。不过农粮署也表示讲，会加强通路替农民来推销。
几啊位民众伫餐中欢喜办菜，有人一提就是一大人。报到2点钟，4万粒的高丽菜全部烘办了了。婚林这个农场因为采收计数报告成本，农民只好开放予民众免费来办。我这哦，3粒50块，哇！我正经咧贵时，一粒就讲爱偌济，你知？8块，嘿。像即寡遮尔大粒的高丽菜，市面上即马一粒大约是2块，甲年前的计数比是差真大，民众买甲真欢喜，也毋过农民是真毋甘。爱分钱啊！一卡纸想遐侪钱，高丽菜栽嘛贵，工钱嘛贵，啊，厝就无够工钱，安就互错啊。高丽菜计数伫伫落，根据农产品大卖市场交易行情站资料，台北市场的大卖价平均价卖破每公斤5块，甲前一个交易日比卖幅拢伫1成左右。台中甚至来到平均价每公斤是4块7，甲同时期比去年2月每公斤均价也阁有13块7角8，因过今年只剩8块8角8，成交量也落一半。过年前价格还不错哈，那农民都会很有意愿要多种一点呐。可是因为多种的时候就变成量太多了。因为高丽菜它整个生长期间大概2个多月嘛，景气让他知道啊。对。让他道德劝说吧。农粮署表示，昨年11月就提出示警，年节前需求增加，农民处理证，今嘛拄到量济需求减少，计数相对落低，价过每公斤5块3的监控计数，也毋过好人帮忙的讲法，保证启动相关营运，加强国内通路加外销，扩大需求，希望稳定计数，也建议农民适度转做，也是控制数量，避免大家抢利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听歌说分明，香港政府伫23公布修订公证人员宣誓条例，而且也讲到违反宣誓内容者会去互取消9项资格，是虾米款的行为认定有违反的？亲就是主张全面公投支持香港独立等等拢是。香港政府也讲，去年参选选去互立法会取消资格4位现任区议员，若准草案有通过，因也会随失去资格。这款行为也引起众人批评，讲香港政府就是要拍摄反对派政治势力。中国国民港澳办主任夏宝龙22日表示，要禁止反中乱港人士从事公职还是参选。港府过一天就立刻公布修订公职人员宣誓条例，除了将区议员纳入宣誓范围以外，佮改名列出会当被取消资格的9项行为，包括着危害国家安全、宣扬还是支持香港独立主张、损害还是偏向损害特首主导的政治体制特殊，利用选举进行对抗中央甲港府的公投，公开毁损国旗，各部分定对數旗。為咗讓到個情況唔可以惡化到令一國兩制難以貫徹落實落去呢，係需要由中央層面嚟解決呢個問題。又或者係佢有從事過任何嘅違誓嘅行為，或者係有啲不符合呢個擁護同效忠咧，咁如果符合呢啲條件嘅話咧，咁你就基本上咧就由你去認定嗰一刻。開始計咧。你做被裁定違反誓詞，將被取消資格，5年內袂使參選還是任職。曾國衛閣表示，草案一旦通過，去年參選立法會被取消資格的4個現任區議員嚴昂輝、袁家偉、田達鴻、梁鳳維，攏會失去資格。對這個代志，田達鴻等人批評香港政府無用穩無共意見，重新剝奪反對派政治權利，而且被取消資格區議員唔係4個人。失去我哋區員嘅席位嘅話咧，呢個都係一個侮辱當初選民嘅選擇，以及係對選民一個唔公平嘅一件事情嚟嘅。嚴昂輝佇面冊表示，這在伊嘅預測中會堅守講話到最後時陣，草案一定3月17提交立法會。香港媒體是報道，北京可能促使香港設立政治品格審查委員會，審查各項選舉參選人是唔是符合愛國者嘅標準。委員會也會掌握誰會當參選，進入權力架構嘅決定權。記者綜合報道。法國里昂市政府按算第2月除夕假期結束了後，要甲學校餐廳的營養午餐改做是無賣肉的菜單。支持環保市長表示講，這是因為疫情關係，才會減省出菜流程。不過，這個行為卻引起拓撲業的反彈。漢堡吧佇個鐵架頂邊行甲旁講，而這邊這囡仔是真好奇佇看這羊仔囝。法國拓撲業者甲工會日日開着大型的牽引車，牽着家己所飼的牛甲羊來到里昂市政廳頭前抗議，並且發起連署，反對環保派立黨籍的市長杜斯以疫情限制之下簡化流程之名，單方面決定2月國際假期結束了後，佇學校內底實施無肉類的單一菜單。On a surtout peur que les enfants et les familles n'aient le choix
C'est pas tellement, c'est pas un combat pour la viande à tout prix, loin de là. 法国的美食是全球有名的，囡仔自细汉伫学校食营养午餐就真重视平均的食材甲美味。李昂的无肉菜单有加至少维持到4家户外做假期，是毋是延长到时阵再佫讲？李家长也拢议论纷纷。Donner des menus sans viande aux enfants, c'est pas super. Donc oui, c'est un problème. 去年6月市议会选举了后，李昂由市长杜斯所属绿党甲几个左派政党来共治。虽然去年法国头一摆结束封城了后，学校一摆因此而推出无肉的菜单，这摆依然引起中央的批评。农业部长德洛曼迪伫推特讲，莫将意识形态放伫囡仔的餐盘内底。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讲，这对着农民甲肉商是无法度接受的侮辱，也会剥夺省车家庭囡仔唯一食到肉类补充营养机会。不过杜斯坚持，无肉的菜单毋是素食，也应兼顾营养平均。On a des protéines animales. On va servir du poisson ou des œufs. Il y a un ministre des cantines scolaires maintenant. J'ai pas été mis au courant. 都是讲无肉的菜单简化备餐供餐的流程，因互囡仔有更加侪时间伫2点钟食饭的时间内底食完家己午餐，也更加侪配合社交距离这防疫规定。不过也是无法度平息争议。第二天，总统马克宏也造访一个农场，表达对畜牧产业的支持。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经济消息。经济部伫今公布1月外销订单，金额是比近527.2亿，甲应过同期来比是上改悬的纪录。经济部表示讲，头一季是电子产业的小月，加上疫情、中美贸易战甲科技战的无稳定，恐惊会限制着订单的成长率。不过，受到在家购物经济甲5G等等的新形态有增加，加上国际油价有起，疫苗也有伫咧开发，全球经济渐渐稳定，外销订单就机会增加咯。讲到考大学的学科能力测验，考试的成绩伫今仔日出来咯。今年5科半积分的人数是比去年少，其中数学是上界明显的。伫去年大约有14400多人满积分，今年只有1500人，等于是落去到9成。学测的成绩早起公布，下晡2点外已经未少考生甲家长来参加补习班的落点讲座。我看我自己能够上哪个学校，就只想到这个而已。有人烦恼一科无考好，个人申请一概互汰掉。也有定考生认为数学无满积分，爱去拼机考。数学还蛮不爽，所以我还是有顶掉。我就只想上台大，然后这样就不可能了。去年数学伤简单，14489人满积分，今年偏难，1558人满积分，顶标也对14积分降到11积分。大考中心主任周兆明解说，数学题目是5科上少的，毋对一个对分数影响大，而困难度增加，思考运算时间也变较少。在解题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牵扯啊，所以在实际的这个难易度上面，跟预估的难易度上面，就会有一些落差。数学满积分减少13000人，其他4科满积分也比去年较少。升学辅导专家有估，因为分数悬的人数大大减少，个人申请一概通过标准的下降。不过要进入台大甲阳明高大医学系，伊还爱60几分。可能一些公费的医科，可能58几分就有机会可以扣关。以2类组来说的话呢，台大电机我们预估会降到44分就会过。通过标准下降，6个试卷要安怎写？专家建议是，今年各因素自然的顶标甲竞标差不多甲106年分布同款，应参考。先来看采集组合累积人数，找落点比较靠一底。假设我的国英数字累积到1万人的时候，去年可能是假设是57几分，今年可能不用57，可能只要55就够了。那我们就用一个累积人数的方式去做我们的分数预估。专家讲，旧的考纲上尾一摆学测分数归拢落来，写试卷爱更加小心。也毋过详细个想看卖，是绝对袂考指考，也是要伫个个人申请去试看卖，就影响到试卷的顺序。记者综合报道。即马高中生要读大学，有人是用考的，也有人是使用特殊管道申请的。伫云林苏澳文成高中的蔡基明，进前申请到台大生命科学系。蔡同学的妈妈是新住民，真靠妈妈一个人，甲伊请用到人权汉大。伊若认真读册，也会斗做事。校长也讲，一个囡仔有影是无简单。
他同学有讲有笑，伫婚林四湖读文心高中3年的学生蔡基明，伊自细汉就甲新住民的老母相依为命，生活所费拢是靠老母做事来担。蔡基明也真认真咧读册，拼出脱，成功透过希望入二关道，成做台湾大学未来学生。跳起来，然后抱着我说：“耶，我好像中乐透一样。”对我们乡下来讲，是一个很不简单的机会。也处于一个弱势家庭的孩子呢，要经过很多的不同的挑战。蔡基明自细汉就生活伫咧草地所在，下课了后，嘛去田里斗做事，对大自然的生物生态是拢真有感情。所以这摆申请调台大生命科学系，互伊是真欢喜。嘛，毋望未来会当针对这个方面继续深入研究。因为从小很常在田野间里面玩耍，然后跟大自然比较有多的机会去接触，我会想要去中研院去做，继续往下做一些研究。申请上这个大学，其实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他说比较主动，就是先想到下一步的学生。国内即马愈来愈侪大学开设弱势族群的特殊入学管道，嘛提供奖学金，就是希望会当帮助到中低收入户、特殊家庭，也是新住民的囝儿，唔免顾虑到经济负担，顺利来完成大学的学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艺术职业工会甲各路的相关产业工会临时做伙开记者会，因认为讲今年健保费拿准起价，对基层的医护人员是看有食无。也讲到健保费内面有真侪成员拢一直连任，而且也拢无基层的劳工入去参与。调整健保医院券，血汗医护没解决。今日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甲侪侪医疗相关工会伫健保署头前开记者会，讲虽然今年开始健保费已经起价啊，不过对基层医护人员来讲是看会到煞食袂到。以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护理费为例，健保署讲半日要改善基层工作环境，想法是真好。不过这护理费并无明确规定要安怎开，结果钱根本无法度拨用伫基层人员身上。这些钱啊。健保署根本就没有明文规定要怎么花，它用于支出护理人员的一些薪资、大小夜加班费，或者是提升他的硬软体配备，根本就没有用于基层护理人员身上。这些钱只是帮医院省钱而已。工会认为，钱无法度直接拨付予基层人员，是因为负责决定健保费预算的健保会内底完全无基层的代表，而且是有真侪委员已经连任足久啊。粉红色的部分就是4届全部都一直在连任，那黄色的部分呢，也已经连任了3年以上，3届以上，也就是6年以上。前新主民接受陈情的健保署长李必忠承认，亲像护理费这种钱无法度用伫基层人员身上，颠倒变成病院的收入，确实是一个盲点。这个要做修改啦，你只要不把它改过来的话，虽然你钱更多，之前都到了我们的医院里面去。针对健保会委员长期连任的问题，李必忠表示，今日工会把问题讲出来，负责健保会组成的卫福部就会听到，选委员的时阵，说明就会改变。若讲到后一届健保会，敢会使予基层有较侪参与机会？署长讲，这毋是伊负责的范围，但是一定会伫健保会传达这个诉求。记者郭碧君、张耀水台北报道。去年伫咧台北市6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发生车祸案件，着8000外件。调机关执行讲，甲即个时代驾驶收回来效果无讲介好，认为讲80岁以上的民众驾照着爱强制间收回来。交通局也建议讲，因已经有建议一个中央爱修法，满75岁以人拢爱全部管理。脚踏车。脚踏车。刀子。背出多行名称，伫纸顶为市政搭地77岁车身世想要换驾照，爱先通过体检，搁到监理所做认知测验，才会当处理。这张驾照基本3年届满，需要重测换照。目前呢，总共分为3项，一个对时间的正确的认知，一个是对近期短程的一个记忆的认知，第二个是对判断力以及手脑并用，通知4万多人。那大概目前的话，台北市大概换照率大概7%2。很高兴呢，我们还是有资格可以开车啊。中者摕到驾照真欢喜，不过根据统计，去年敢若伫台北市65岁以上高龄驾驶事故发生8000多件，5年之间成长达到6.7%。80岁以上超高龄驾驶事故5年来也成长满5成。有北市议员质疑北市交通局鼓励中者回收驾照的执行成效无好，也呼吁应该研究强制收回80岁以上中者的驾照。
高龄长者的事故噪音大概主要是以变换车道不当啦、未规定让车跟未注意车前状况这几个噪音为主。台北市高龄长者能够优先的缴回驾照，跟尽快的来办理哈。那今年我们也持续的会来研议。北市交通局指出，目前依然有大约13名高龄驾驶无办理缴回驾照也生活照，将继续宣导。依据即马法规，只要求1806年7月以前满75岁长者的换照，也建议中央修法，全面纳管满75岁高龄驾驶，缩短换照时间由3年改做1年。各建议伫长者车辆加装自动刹车、防误踩设备等方法的可行性。记者综合报道。陆委会主委区泰山上任，伊也期待讲两岸会当进行交流。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是强调讲九二共识才有法度互两岸有互动。因那进前卫福部长陈时中捌表示讲，买疫苗的过程捌受人阻碍。马晓光说是呛声讲，拢是家己咧做戏互看的。不过，陈时中也甲应讲，并无讲是谁伫咧阻碍别人。陆委会主委区泰山上任，期待两岸关系会当有进展。中国国台办早起举行记者会，发言人马晓光对这件代志表示，两岸以前的关系袂歹，只是互民进党政府摧残。真这边强调，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双方的交往都无障碍。春天啊，需要有东风啊，那么花开啊，需要有雨露啊，那么这个东风雨露啊，就是九二共识啊，所以如果台湾的一些先生们啊，有这样的期待啊，愿意顺从两岸同胞的意愿啊，那就回到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立场上来。交流是双向的，对岸也应承担责任。我们呼吁对岸要为两岸良性互动做出相对的努力与承担，在相互尊重、善意理解的态度下，正视台湾人民对其所倡议“一国两制”、“九二共识”等矮化台湾的反对与质疑。陆委会认为，交流不是单方面的做法会当达成，呼吁对华爱为两岸两性互动做出相对的努力甲承担。也不过，对陆委会新人事调整，马晓光是以换汤嘛都爱换药来譬如，促进两岸关系的关键是伫个政策甲行动。卫福部长陈时中捌讲过，各位 BNT 疫苗过程遭受阻碍，两岸因为安尼无对等。马晓光阁呛讲，这是伊家己讲的，陈时中是回应讲有保密协定。在疫苗问题上，民进党当局某些人执迷于玩弄政治对抗，自导自演这场戏码，无非是想掩盖自己迄今无法及时取得疫苗的窘境。有保密的协定，那等到整体水落石出之后，跟大家再来做一个清楚的报告。从来没有提过说有任何哪一个国家在做干扰。那我只是我的感觉在整体合约这样一个不寻常的 pending，那可能有外力的介入。中国开始做因生产的疫苗，国台办是讲，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的 COVAX 提供1000万剂的疫苗，这个计划范围包括台湾。但是中认为讲这是好代志，不过因为法律的规定，并且甲 COVAX 合约已经注明疫苗袂使有中国制造，所以目前并无打算购买中国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智库今日举办远景台湾2030论坛，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加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也拢有出席。不过，因两个人拢表示讲，在野党本地就会看基地来合作，甲地方的选举是无关系。不过，智库的副董事长连胜文却是认为讲，若准备甲其他党合作，应该爱党内有共识，才来进行会较好。蓝白拖，丢白烂人。独派团体提出口水春联，大声抗议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郭文哲伫国民党智库论坛讲台。那亚里是早起的远景台湾2030论坛，被改套做未来选举南北合的开始。江启臣甲郭文哲接受访问时，拢表示，在野党之间本来就会就议题来合作，甲地方选举无关系。政党之间在议题是可以去讨论，可以去沟通，甚至在一些议题攻防上面也可以有相互的合作。但是地方选举，那当然又回归到地方选举，每天要么谈选举，要么谈意识形态的，奇怪，其实民生议题还是要拿出来讨论。像我倒觉得这样的，对我来讲，你只要讲民生议题不分党派我都可以来参加。
这摆另类公瓜会传出铁库副董事长连胜文事后才知影表达不满，南亚内部也出现对南北合作的反对声音。对此，连胜文中道出席党内中常会主餐，接受访问时指出，甲其他政党的合作应该在党内有共识的情况下进行。国民党跟其他政党之间的这个竞合的关系那到底我们的理念是否相同目标是否一致？我们到底要为国家做些什么事情？那么国民党会得到什么？我们会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那么又有多少的同志会受到冲击？我觉得这些重要议题在党里面没有任何基本的共识的情况之下所以党的高层应该用无私跟这样子更谨慎的态度去处理这样的议题。江启臣也受邀参加参会，将本地的中常会直接改造单位会形式，从即期变成竞选党主席的宣传场。江启臣无承认这款的讲法，对国民党最近暗中抢棍，政府无出现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指出，要和江西自然发展也强调党内需要团结。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涂炭香料的涂炭屎，若经过专业处理，凊彩大就污染着土坝。着民间团体今仔日召开记者会，要求政府莫搁再拨预算买涂炭，嘛爱随来停止兴达电厂烧涂炭。兴达你停没？购没零预算。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发口号，要求政府要即时请兴达电厂停止烧涂炭，减少台中火力发电厂买涂炭的预算，嘛爱落实大型企业100%使用绿色能源来发电。急速减煤，因为这已经配合全世界。第二个燃煤预算，中火已经过去实质已经减4成，阮希望今年会使搁减。叶公宏医生强调，烧涂炭的污染物唔但损害空气，对人体嘛有辐射的危害。中华环保联盟嘛基宏远养殖区的渔文对2013年带涂炭屎甲有害废弃物到达土坝的重金属要超标，望政府降价买涂炭的预算。过了9年之后，过年前再去现场看到一个很大块的煤灰的结块。结果这个里面的重金属的锌含量是食用作物的管制值的14倍，铜呢也超标了3倍。尤其是彰化海岸线的这些重金属如何处理那我觉得这边应该编列一些特别预算去解这一题，我们必须把它整个挖起来，把它做更好的固化。曾炳杰老师表示，中华有袂少离化的发电站，未来准会使伫咧发电站的边啊，起专门分解涂炭屎的处理场，用离化电厂无满载的电来加这的涂炭屎玻璃化，安尼就会使有效运用电力，嘛解决涂炭屎污染的问题。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为着要配合减少涂炭、增加天然气的政策，国光电厂打算要提高天然气的使用量，增加运转时间。案件伫下晡在环保署进行审查，业者答应讲会甲氮氧化物总排放量减少，落尾这个案件也是修正通过。伫桃园区县的国光电厂有一套装置应用是48万千瓦的燃气导电式可循环发电机组，为了配合经济部减煤蒸汽的政策，提出变更，要将天然气用量为一年35万吨提高到42万吨，用量因素为50%增加到70%。虽然发电时间增加，但阁承诺各项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无增加，电到减少。它整体氮氧化物的排放总量已从原核定的427公吨降至35公吨。这个案件下晡伫环保署宽屏大会审查，最后修正通过。也毋过有宽屏委员指出，虽然业者拍拼要减少污染，但毋过当地居民是真烦恼，所以要求开发单位爱讲话算话，主动公开排放污染的现况。民众有要求说，到底要做一个 APP， 你们也好像说 OK 嘛？对，那个可能别人牺牲3边拍谁，完别过来又别拍谁哦，这个可能要具体回应一下。这是空污法107年修法了后第3件提高天然气用量的勘查案通过审查。环保署表示，这是希望在空污贵的时阵，要求燃煤机组降载同时，也当请天然气电厂配合调度，增加发电量，通降低空气污染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24日伫中油的家己炼制研究所成立先进触媒中心，希望台湾会当家己生产触媒，而且运用伫减碳经济、节能环保、加绿色产品，推动产业创新。
丰新机器人设备模拟工作流程，互来参观的产业代表甲研究人员了解。为了要配合国家推动畜牧产业国产化，中央研究院甲中油公司等等单位共同合作，24号这天正式成立先进畜牧中心。未来将有3个重要的工作：第一是研发先进材料所需要的畜煤；第二是中油未来将要转型，它会有更多的原油，未来不要再用作燃料，要变成材料。那这中间需要很多的畜煤的研发。那第3个，我相信是非常多国人都很关心的，我们怎么样子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减污减排，尤其减碳的议题。畜牧是石化工业在制作过程内底真重要的元素，嘛是能源转化甲有机材料的关键。也毋过过去拢需要透过国外进口。先进畜牧中心的成立，就是希望整合相关研发生产单位，互咱国家会当家己来生产。那更长远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对整个畜煤应用在所谓 CCU， 就是2氧化碳的捕捉再利用这块，也能够做出贡献。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畜煤，对，因为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油里面的这个碳氢化合物怎么样转化变成高质化的这个材料。对，所以这个是这个努力的目标。先进畜牧中心表示，因的成立除了是传统燃料转型的第一步，嘛符合世界针对能源发展的趋势。未来嘛会向减碳经济、节能环保甲绿色产品3个方向来做发展，希望替台湾研发生产会当循环再利用的重要材料。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用马50年的国父纪念馆今仔日启动景观改造工程，文化部长李永德也讲，这是恢复英国设计。倒数3、2、1，请用餐。第1餐，开工顺利。开工动土，祈求工程顺利。完工48年的国父纪念馆，24日伫文化部长李永德主持下启动景观改造工程，要恢复建筑师王大雄原来设计的精神，将中央的广陵花坛铁柱改做镶白的树仔，搁将喷泉的设计提调，改用水雾的效果，增加亲水性，搁将仁爱路入口的动线拍开，让视野搁较开阔。希望透过回复到王大闳建筑师的精神，把这个他当初所设计的这个林荫大道的这样的一个景观恢复出来，有2个用意。第一个是景观更加的柔和，那第2个部分就是能够增加更多的绿荫，让来公园这个游憩的民众有一个很好的休憩的场合。因为外团馆区后壁迄个大巨蛋银色的外形伤显目，破坏国父纪念馆的光景，所以才有即届这个改造工程。对这个代志，李永德强调，相关的工程只是为了恢复王大闳建筑师伊的设计原貌。50年总是需要一个整修嘛，那整修是恢复到原来王大闳建筑师的绿意啊，是比较就是说重视的部分。那么所以跟大巨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性的啊。这届时间也是国父纪念馆落成以来头一遍大幅度翻修。官方表示，景观改造工程一定明年底来完工，会采取分阶段进行，袂影响到民众运动甲休闲。完工了后，也展开馆内设备的重新提升甲改造。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国城的北港村有一项真特殊的咸鱼三夹，这也是客家族群的传统文化，咱做伙来看卖。全新的咸鱼工作室伫南投的国姓乡新建完成，侪来宾来参加落成的仪式。客委会副主委期待未来才会使传承早期的客家技艺文化。我们的师傅都是等于是长辈了哈，他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了。透过这样一个传习，让年轻的实习生知道说，这样的香茅油提炼的一个过程。那全国我们有选出了8个点，那其中一个是在南投的国姓这里。咸鱼三夹是客家人的一种传统文化。20年前，老琼坤邀请80岁专业老师傅，指导要安怎起鼎，为着避免这项机艺失传，特别把过程记录落来。这摆才有办法重建这个咸鱼的工作室。老先生也表示讲，这个炉是真特别，咸鱼爱伫鼎的顶悬洗一年，才会当提炼精油。炉真特别啦。咱火下落吼，伊会伫鼎外吼会洗一年，才会延长出。咱普通的炉是怎下入去，过迄鼎伊就起哩。伊这个香茅吼无共，你爱互伊洗一年，才有起哩。迄个火吼才会集中会旺，才会滚安尼，才有法度去萃取这个草的精油。
国新乡北港村的乡园工作室，伫台里一线的大路边啊，未来会提供游客导览、佮旅游的体验服务，传承国新乡的客家的基业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7度到29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